经济消息来关心的是，美国总统 Trump 公布第一批关税的通知单，咱附近的国家呢，差不多拢伫个25%至40%左右。要毋过，这个名单内底呢，目前是无讲到台湾的。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讲，目前呢，咱台湾是还未收到美国来的批，也若派出去的谈判团队，目前是等咧协商。美国总统川普台湾时间七8透早伫社群平台公布第一批关税通知函，包括日本、韩国等14个国家，税率是伫25%到40%之间。不过内面是无讲到台湾。这笔代购大盘开价22,375.65点，盘中落到22,190.6，破200点。新台票开盘29.01块，落达2.2分，股汇双杀。项目可能还在协商，或是双方在角力了哈。比方说，现在传出来大概就是因为牛肉、猪肉产地标示的问题。那广义上来讲的话，美国农产品一直是它的强项，所以除了肉类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像基改基因的这些粮食作物啊、原物料这些产品，也会列在清单里面。外界关心咱政府敢有接到美方对顶关税通知函，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表示讲，目前还未收到，但是咱方经无谈判成员，目前共款针对关税议题和美方持续在协商。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杰是伫面册表示讲，台美双方还未达成协议，主因有可能是政府的美猪、美牛进口限制和汽车关税两大议题有关系，可能造成谈判掉伫遐。那还在谈，当然就不见得是坏事，就是还有这个谈判有这个降低的空间。应该关税不会比32% 更高。依照现在公布的情况来讲，如果我们可以有机会谈到比25% 还来得低的话，那相对于其他的竞争对手国，并没有失去我们的竞争优势。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进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，是呼吁较紧来完成双边协议。学者提醒讲，台湾手头的资源较少，这么代表星期二若搁加上高关税冲击，对经济影响恐惊会真大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